那这个工程呢，大概有383公尺的一个护岸的一个整治。那其中呢，我们还有再加上32座的一个固床工。那我们在旁边的一个护岸整理完之后呢，也铺设了一个稻草席。那我想这个工程完成之后呢，能确保我们整个松脚溪还包含它主流的一个避免土石冲刷，保护我们河岸的一个安全。那它在整个河道整治完成之后，当然对我们的那个二仁溪的下游来讲，它也确实有做到一个保护的一个程度，它避免土石的一个冲刷，而且它增加一个河道的一个通洪断面。感谢市政对那个野溪的整治原本像如同后面这样子杂草丛生了那个水位一直在高涨没有疏浚那个淤土淤泥特别的多了其实百姓最怕就是淹水淹水一到的话，整个财产整个家住屋都很难去解决了。所以透过这次野溪的整治造福地方所有的百姓的福祉。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近年来，极端气候常形成短时间暴雨，造成山区土沙冲刷及淤积，引发下游大规模灾害。台南市山坡地范围占总面积的38%，山区范围广阔，因此山坡地的野溪治理相形重要。台南市政府将持续争取经费挹注，加速完成山坡野溪治理工作，来降低坡地灾害发生几率，让市民生活更安全。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关庙区田中1号桥的这个上下游整治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明显的一个对比，在桥的上游段就是完全是杂草丛生。然后这个完全是土堤，然后其实也没有土堤，是土的岸，河岸。那在这野溪是无名野溪这种无名野溪坦白讲是很多的如果说不好好整治的话，就土石会一直崩落下来造成夹带大量的泥沙，一直到下游的河段，那河岸河床就会垫高，那每次整治就是旷日费时，而且事倍功半。那如果我们在上游先把它这个整治起来，可以看到这个桥的一边上游段是还没有整治，下游段就已经整治了，就完全有天壤之别。总之要把过去常常发生的这个水患在今年未来能够降到最低，对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是提高到最高。我们会再努力，这种治水的工作没有最好了，只有更好。那唯有持续的投入这个经费，以及我们好好的自主管理会做好。我们地下游有很多防灾社区，那上游有很多野溪整治，从民众自发的防灾意识，跟我们上游的政府的这个工程努力，希望能够治山防洪的工作能够有一次比一次更好的这个成果。另外，是我们嘅欢收看7月28號中間台南電新聞。台南市會第3屆第8次定期會上午正式舉行，會中先確定田委會審定結果，加市府所提19件店付款案，總金額1億5000多萬。會中原民會所辦理嘅嘉年華活動，由迫切性優先通過，其他來送大會連審。開議頭一天，市長嘛順利完成施政報告。台南市議會第3屆第8次的定期會，28號上午正式開議。市長黃偉哲帶領市府以及的首長列席，會中首先完成鋌事委員會審定結果，包括議事日程、甲市府頂處會決議的執行報告，並且由市長黃偉哲進行施政總報告。112年健保福利金照顧316492位長者，減輕家庭育兒負擔，育兒津貼及托育補助再增加，都讓市民感到希望能夠讓市民感到既幸福又光榮。第二，堅持財政永續，3年多來，不僅總體債務減少224億元，
2022年可举借的财政的空间高达992亿，让台南市发展得以延续，并且持续推动1.6万件基层建设，金额超过114亿元，完成698件1000万元以上的公共工程，获得荣获1000项国内外大奖，以及受到上级考核优异成绩。实践做得更好，让市民过了更好的政策目标。市长对守护市民的健康、环境、加经济、文化发展出发，希望让市民过得更加好。不过，这位议员关心的焦点，也是放在老人的福利健保费的补助。你现在的外号叫黄山者，针对6都银华族的幸福指示、照顾与福利，你知道台南市是垫底。不会，我比新北还好一点。那你怎么会是这样比呢？我想台南市的老人的福利，你刚刚也有所讲，为什么健保会你要打个3折？你为什么不全部来支付？那你这样对台南市的老人公平吗？6都健保会全部只有台南市在打折，不对。怎么会不对？新北我们给的比新北多。人民是未达5%哦。全额补助，你是未达5%，依年龄区分补助，唔好安尼讲哦。啊，原来财务嘛比咱好做者。啊，财务较好无毋对，但是你无比人较好，你唔通安尼乌白斗。你等下好友伊敲电话来，我就歹势。除了健保补助，因为今年阁是选举年，现场嘛有议员针对最近咱市治安的问题，询问市长为咱市的治安来拍分数。市长，我想这是本届这个最后一次您的施政报告。总结来说，在这4年内，您为台南市的治安成绩，你为自己打几分？治安成绩有改善，但是还有很多精进的空间。那打几分嘛？治安应该80分。80分呐，哈。那我想离60分、20分，离100分有20分，还有20分哦。那我想其实大家都相当关心因为其实枪击案当然最近最红的就是台中，可是过去枪击案有一段时间其实也大大困扰我们台南市民的一个生活。在您的任内折损了2位警察局的局长，都因为枪击案黯然下台离去。那上个月我们台南市我们也有发生很严重的这个街头互相这个开枪的事件。那上2个礼拜，我们台南市也有庙会传出枪声，所以在这台南市里面这个在枪击的一个部分可以说是社会新闻层出不穷。不知道您对于这个未来你接下来对于这个部分特别是选前在扫黑的部分，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李议员报告，扫黑、扫枪、扫毒是我们的重中之重。那另外一个部分是防诈，防诈虽然没有子弹，虽然没有暴力，但是我们也非常重要。那枪击的部分，议员您指示我们会再加强扫黑，还有扫枪。另外，在青年事务方面，虽然顶一次会期，议员陈义丁就提出质疑，认为市府并无关心。不过，在这个市政中这阵，议员嘛真欢喜看到相关的政策，包括投入6亿的经费。但却唔知影详细的内容，希望市府针对青年事务有更加清楚的方向。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台南市第1选区议员参选人姚正宇28号伫座位65岁以上的长辈陪同，向市长吴伟铁真情话话。伊认为台南市人口正加速老化，但6都只有台南市老人也搁爱交健保费，所以批评民进党台南执政很慢，要求老人健保费爱专业补助，无爱拍这个市长。议会登记会28号上午开议。台南市第1选区议员参选人姚振宇上午带着座位65岁以上的长者，向市长吴伟铁来真情话话。因为台南市的长者人口比例一直增加，但6都内面却只有台南市的长者爱去家己缴健保费，因此要求健保费的补助绝对袂用的拍折。健保费当选，健保费当选，市长什么名？他说他有新增台南市的健保福利金，112年健保福利金要再加码，
但是它的加码，福利金的加码是有排付。最近1年的综合所得税率5%，或是查无申报资料者，而且它不仅排付，而且它是有集聚上的补助。我们国民党提出的健保费全免是65岁以上全免，但是市府提出的65岁到79岁排付之后，每个人3000块。所以依照如果每个月9912块，每年9912块健保费的比例来讲，等于是跟国民党的政见是打了3折。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打折市长，我们不要打折市长。虽然一家人伫个议会门口等待市长黄伟哲，不过市长后来却对议会后门进入，双方并无正面的面会。议员参选人姚振宇表示，市府提出的65岁到79岁，一单补助3000块的健保费，甲国民党提出的专业补助实在差真多。到底是执政党执政较慢，或者是市长成为拍折的市长？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针对福隆宝塔议案，5个将300爆料的无党籍市长参选人柯中信28号第2批的爆料，除了要追究市长黄伟哲的责任，嘛对着当初720万几乎是法律顾问费，而且佫是100支付，认为真正相合，这个是不当的利益，呼吁黄伟哲爱讲互清楚，检调爱查明。台市长参选人柯中信教授对宣布参选以后，针对福隆宝塔议案，到目前已经开过2摆记者会，除了追究黄伟哲伫该案的行政责任，嘛表示该案既然是纳古塔业者真情变更设地的名义，市长就应该带民政局长伫适当的场所接受真情，来找来律师处理并接受款待。而且当初所支付的720万，竟然讲是法律顾问费，互柯中信认为相当离谱。那只好康，伊就继续做法律顾问，唔免加册。我们南部地区1年跟人家收5万，就非常的业者就会得很辛苦。也就是说，你1年跟人家收法律顾问费5万块，人家业者就很辛苦。你1个月要跟人家收20万的法律顾问费。这个我还没有在律师界有看过这个收费，国内还没有这么高的法律顾问费，所以我这里很清楚的，那不是法律顾问费，它是一次就付720万，一次分3次汇款，法律顾问都是1年5万10万这样分期付款。各位想想看，你如果说法律顾问费3年为期，期初就收，那往后2、3年。你不服务人家怎么办呢？更何况他在新闻稿里面去讲说什么他们有期前解约情形，那个我下礼拜会分析那个不合理的情况。所以我们今天就3方关系，也就是李瑞祥跟启程建设的关系，陈伟宇跟黄伟宇这个黄伟哲的关系，以及陈伟宇跟启程建设的这3方关系去跟各位做一个分析的很显然。这个有刑法的问题必须要减掉来加以处理。面对福隆宝塔议案，柯中信5个到300爆料，除了呼吁检调亲力调查，嘛要求市长黄伟哲讲互清楚。不过市长上午出席议会大会开幕，并无愿意回应。今日新闻管制采访报道。第6届 U12 世界杯消棒比赛将于29号到8月7号盛大展开，为了让全国民众拢来替中华队加油，28号市府特别召开记者会，嘛为比赛加开序幕。在啦啦队热情舞蹈之下 ，U12 世界杯消棒赛7月29号到8月9号，将在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热情开打。现场除了关心比赛各界代表，还有一只非常特别、真高姿的蓝色外星生物倒去。台南市则已经亲自割设也画制加油旗，来为各国代表队加油打气。身为连续申办6届 U12 世界杯的台南市，也将做好准备迎接比赛。办好比赛是我们的责任，打好球是我们球员的责任。我们希望当然最大的愿望是把冠军杯留到台湾。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选手
能够交到更多好朋友，能够这个学习好更好的技术，因为在他们的棒球生涯中，这只是第一步。我们希望说能够让各方面的选手都来台湾交流。我们台南市这段期间来已经把场地、防疫，还有所有的接待的工作都已经就绪了。11个国家都来自亚洲、欧洲、中南美洲的都有。那我们这边准备，为了各州的这个饮食习惯不一样，我们都准备就绪了，按照他们的这个饮食习惯来安排。所以很多的这样的筹备工作，我们已经进行4个多月了，一切都很好。这届比赛总共有11支国家代表队，世界棒垒球联盟执行长除了感谢中华棒协长期支持以外，也感谢台南市大力协助。今年的少棒赛，中华队代表是由长期关心棒球的华南金融控股所遴选，对冠军奖杯留伫台湾真有信心。那本届我们的世界杯少棒的那个代表是在我们今年5月由华南金控，然后全国少棒赛所遴选出来的，所以我们对今年的那个少棒的代表队，我们深具信心，所以我们也是希望他们能够顺利把冠军的奖杯留在我们台湾。这一届的 U12世界杯集结了全球最出色的年轻球员，见证他们为了角逐世界冠军头衔努力拼战的过程，将创造最美好的经验与回忆。我也非常期待明年再次回到台南，参与第7届 WBSC U12棒球世界杯，再次体验台南的古都之美，以及感受国际棒球大家庭在这里一直受到充满人情味的款待。这届比赛为期9天。到时阵欢迎民众进场观赛，为中华队加油打气。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这两年来疫情关系，全球旅游产业拢受到冲击。不过现在后疫情的时代，有业者看准南部旅游的潜力，嘛选定台南来设立据点，同时结合周边加币的产业进行复合式经营。28号正式营运，包括副市长以及真侪同业甲贵宾拢到场见证，场面相当热烈。每一人内心都有旅游的梦想，特别伫进入后疫情时代，一路形势看准台南多元旅游的发展潜力，要伫北部、中部据点，28号嘛正式进军台南扩大服务。上个副市长赵清惠嘛代表市长前来征才祝贺，欢迎业者同做眼光，共同来订。3、2、1，请剪彩。国境开放预估了哈，今麦评估应该是在9月、10月，都要跟廖副总也有在聊到这个短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旅游家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我相信讲今仔日伫台南驻点，从台北、台中、南台湾咱是台南第一点比高雄搁较早进驻，可见说他们这些旅行业者对于台南的期待。跟接下来可能在疫后报复型的旅行都很让开戏。业者表示，这两年来对因的冲击真正足大，不过就因为坚持旅游的热情，加看准台南多元形态旅游信心，所以伫台南除了经营旅游，嘛复合式投资家边餐点，让消费者伫轻松空间来规划旅游行程，同时要有游客的体验。秉持着边玩边买，所以我们将国外的伴手礼也引进来，然后另外我们将边玩边学，我们也在今年成立了游学的公司，就是说未来有一些多元服务的概念，去面临像之前一般传统的旅游市场，那当然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我们也在积极的再去看市场的变化，因为国境不知道什么时候开，未来也没有一个确定，我们也只能说身在其中来去跟着它转变，跟着它做滚动式的调整。旅游原本就一种串联的产业，会再用全新的服务体验来进军台南，用满满的信心来迎接新生活，带动旅游热度。台南新闻顾文吉采访报道。可以了哈，好，非常感谢。
淡水广大农业区其中维持农业经营甲交通运输的农水路，市长委托将领将近4档来，不管争取中央的补助，或者是饲牛算的到底34亿外，这款的牛算金额已经是全国第一，嘛等于是台南美术馆二馆甲市立图书总馆加起来建设经费。以西港农地中卫区的农路改善为例，除了要将跨度对原本2公尺高拓宽到4公尺高，提升农产运输甲环境的品质以外，要将双平排水路对原本尾型改成U字型，耐用可好排水。市长委托嘛正来关心9月就将发包的改善工程，表示市府除了持续争取中央的经费，嘛便利饲牛算，4档来专市已经到了34亿外来改善农渔水路。林区在108到111，好，这个总经费中央跟地方加起来，咱设立农路水路的部分，非农历从化区是16亿多，好，农历从化区是18亿多。啊，为什么特别挑这2个加起来34.5亿？加起来正好是我们这个美术馆2馆加上市总图的金额。美术馆2馆大概花了18亿，中央补助8亿。好，市总图因为是市立的，好，所以说就是我们自己的钱花了18亿，18亿加18亿36亿，盖了2个，一个总图书馆，一个美术馆2馆。当然对台南市的形象增加很多，但是我们的想法跟做法是，那个很大的东西很重要，但是基层的农民行走的路更重要。淡市面积2200平方公里，差不多是台北市的9倍以上。特别伫偏乡，真侪农渔水路拢需要更新改善，就参照市区路边同款，所以市府一定会特别重点政策加宣来做。今日新闻本及采访报道。一名20岁女大学生，今年初因为脱离间发生有足症加学习的障碍，并且出现骹手的喘、吞咽困难。后来经过基美医学中心的诊断，确定是真罕见的威尔森氏症。该个案透过药物加饮食控制，已经渐渐得到改善。基美医学中心为肠肝胆科的医师杨俊奇表示，威尔森氏症是一种铜离子代谢异常的遗传性疾病，盛行率大约1/3000。在台湾估计大约有400名得到这种罕见的疾病，因为这种病一开始并不容易被诊断，铜离子无法度代谢，容易积在体内，造成肝脏、脑部等器官的伤害。威尔森氏症是一个铜代谢异常的疾病，那因为它会把体内过度的铜离子会堆积在脑部跟肝脏的地方，所以大概有一半的病人会以肝脏异常、肝炎的状况来表现。那另外有一半的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神经学的症状，像是这个动作失常、记忆力不全，他们甚至连走路或者是吞咽都会出现困难。那有一部分的病人，大概30%左右的病人会出现一些精神科的症状，像是忧郁症或是人格变化的情形，那都是他比较常见的一些表现。因为这个是一个基因遗传的疾病，所以他一辈子都需要服用铜螯合的药物，来减少体内过度堆积的铜。那另外也要去遵守一些低铜的饮食。那因为我们的食物里面包括说一些内脏类或者是一些这个海鲜、贝类这些东西，都含有蛮丰富的铜。那甜食的话，像是巧克力、可可、咖喱粉这样的调味粉里面也有很多铜的成分在。所以它都需要遵守一些低铜的饮食来减少铜的摄取，然后才能让症状慢慢的缓解下来。医师表示，良早确定威尔森氏症，就应该及时接受药物的治疗，阻止疾病持续来恶化。不过，在药物的治疗上，必须要重新吃药才能持续将铜对体内排出。不过，因为铜组合药物的使用较少，有一寡病院无一定的准备，因此基美医学中心跨团队设立遗传的咨询中心，提供罕见疾病咨询加照护服务，希望会用来提供罕见疾病患者甲家属充分的咨询加治疗。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收看7月28日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